銀河娛樂集團呈獻《我係澳門運動員》第2季，喺2月27日走進聖羅薩英文中學，同300多名學生見面。先由運動員分享奮鬥經歷，再到遊戲互動，最後係簽名合照，現場氣氛熱烈。我哋今次邀請到就讀該校嘅空手道運動員李康橋作為特別嘉賓，台下同級同學歡呼聲不斷，參與度特別高。7位運動員輪流分享追夢路上嘅堅持同埋蛻變。其實我最大嘅夢想就係可以登上到亞運呢個舞台，然後攞到一面獎牌。我會將練習擺先，然後再去揾剩低嘅時間去溫習，應付考試同埋體驗。其實當時要喺學業同埋足球嗰度選擇係非常之困難啦，同埋好難去平衡。當時其實有諗過去休學，然後過開網踢波。其實最後因為兩個地方都係比較接近啦，咁我都係選擇好辛苦咁完成佢。我啱啱舊年全運會就其實自己發揮一般啦，因為比賽之前我受傷，咁就技術啊、速度都有影響啦。再努力啲去，希望喺呢屆亞運會度有一個好嘅成績。我休息咗1年，我同我自己講，我要去揾翻曾經自己好喜愛、好想呢個運動嘅一個初心，希望可以獲得一個好好嘅狀態，去俾自己個交代。因為喺我大學階段啦，我喺體育嘅大力支持下，自己係成為咗職業運動員。咁去到今年，我自己就做咗澳門隊嘅教練啦。希望將自己以往職業運動員嘅一啲經驗等等可以傳授到俾年輕一代。都係投入喺自己喜歡嘅事上面咧，就唔好諗太多其他無謂嘅嘢啊，或者太多負面嘅情緒。我覺得好多時取決於你可唔可以成功咧，都係睇你點樣去睇看待好多事情咯。所以建議大家盡量保持正面嘅態度。同一樣，其實對於自己嘅項目係好執着，因為你冇去到咁執着嘅話咧，你好難去挑戰呢個極致。相信無論係年輕嘅康橋或者任何一個運動員都係，你一定要有咁執着，你先至可以有佢哋而家坐喺度嘅可能攞到嘅一啲嘅成績啦。其後嘅學生提問同遊戲環節，同學們都踴躍參與。活動尾聲，學生熱情包圍運動員，索取簽名同合照，將體育精神融入笑聲之中，為校園之旅留下美好回憶。